前啦，就揸住電單車喺高速公路嗰度同一架私家車迎頭相撞啦。咁我當時我係揸80公里之內嘅，咁對方咧就都有啲超速，越過我嗰條線迎頭相撞。我嗰陣時我好清晰記得到，我相撞嗰陣時第一下撞擊點，我就同人同車凌空，再喺個馬路嗰度翻滾到好幾個轉都未停得到，因為我好清晰仲記得嗰陣時嗰個嘅撞擊嗰個聲啦，嗰個身體係摩擦地下嗰啲嘅痛楚啦，嗰個環境嗰個痛楚嗰個聲音其實好成日係喺精神裏邊成日喺度回覆，咁後來咁就醫生就話我有創傷後遺症，咁我就做咗11次手術啦，包括開腦啦，包括右手嘅手踭有骨折，另一邊就有甩臼，咁前臂有骨折，手指斷咗，有啲係冇埋骨，冇埋手指甲，肉都冇埋嘅。咁當我有意識醒返嗰陣時，原來我已經喺深切治療，係3個月嗰個昏迷期。咁其實我真正出得院咧，我要9個月啊。PTSD 咧，聽落去好似好簡單，但係我覺得有啲講座或者一啲嘅媒體，俾更多公眾嘅人士了解 PTSD 唔係淨係一個病，係會影響到唔同嘅人，比普通人諗到更加多嘅問題。例如，如果你俾一啲嘅影像去影響到你瞓覺啊，或者長時間精神係好緊張，譬如剎車聲，你會好心跳加速啊，起雞皮啊，緊張到可以出汗啊。咁公眾人士唔會知道患有 PTSD 嘅人有呢啲咁嘅反應，係好影響嘅。所以我覺得係透過教育或者一啲嘅方法去俾公眾人士理解多啲 PTSD 係乜嘢回事咯。我淨係覺得其實以往同而家咧，其實都爭咗個角度，就係呢一個創傷係需要時間去沉澱啦，需要時間去消化啦，需要時間去俾呢一個當事人去反思啦，而從創傷中得到成長嘅。似乎香港我估過去同而家
都冇呢個土壤嘅。你問我嚇，過去都冇嘅。你問我以前都係嗰種咧。頭先我講話都係嗰種咧，有創傷就盡快復原啦，復原就向前行啦嚇。唔開心嘅嘢就擺埋一邊，或者唔開心嘅嘢就過咗去就算啦。我唔應該話擺埋一邊，應該話唔開心嘅嘢就過咗去就算啦嚇。我哋前面仲有呢一個漫漫長路啊，我哋應該將個焦點擺喺前面，似乎唔好重視即係曾經發生嘅事情嚇，或者從中吸取教訓也好啦，或者呢一個從中去反思啊，其實自己呢一個suffering為咗啲乜嘢咧？似乎都係冇呢一個角度嘅。你問我嚇，咁你話但係因為過咗去還過去啦，我覺得而家就更加就要明白，所以點解要學創傷知情照顧就係真係呢一個包括呢一個社工啦，包括其他助人專業啦，包括呢個成個社會啦，其實都應該有呢個概念啊，要重視翻每個人嘅經歷咯，個經歷對咩影響啦，亦都鼓勵每個人咧可以呢一個講啦，同埋回顧佢嘅經歷，而係最緊要就不受批判嘅嚇。因為頭先嗰種嘅講法就係呢一個我講出嚟就係啲人話我呢一個淨係糾纏喺以前嘅狀態啊，我唔向前行啊，我唔堅強啊，唔樂觀唔積極啊，唔應該因為咁樣被批判。我覺得呢個最重要咯。你問我嚇，即係任何經歷都好，包括一啲個人嘅經歷啦嚇，甚至乎集體經歷話 COVID-19 啦，呢個集體經歷我都睇得出其實即係好似過咗去就算。即係其實都冇一啲比較呢個整體上面，包括由政府帶領啊，或者民間帶領嘅反思都冇。因為其實 COVID-19 嗰3年其實真係好多嘅創傷啦，有好多嘅親人走咗啦。就算唔走嘅過程裡面，因為經歷呢啲嘅我哋叫做社交距離設施啊，其實都有好多嘅傷害啦。似乎大家都完咗就算。